小樹窿傾下偈 MBTI。Hello， 咁多位小朋友，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 MBTI 呢？冇聽過都唔緊要，我諗大家一定有聽過，有人話自己係 I 人，有人話自己係 E 人，而呢個就已經係 MBTI 其中一部分。MBTI 係解16型人格，而佢係由4個英文字母所組成嘅。佢係透過一個小嘅測試去測試你嘅人格特質。講起上嚟就有啲複雜，所以我今日就同大家講下成日都聽到嘅 I 人同埋 E 人啦。I 人呢係指內向嘅人，而 E 人呢就係指外向。如果你聽到你嘅朋友講話我好 I 㗎嘅意思，即係話佢係一個好內向嘅人。而相反嘅呢就係 E 人啦。而我嘅 MBTI 係 ISFP， 即係我都係一個內向嘅人。但係呢，我就提住自己唔可以因為呢一個 MBTI 就拒絕同人交流。就算我係一個內向嘅人都好，喺必要嘅時候，我都應該要同多啲人溝通。如果因為 MBTI 令到我先入為主，自己就係一個內向嘅人，咁樣我就會失去同其他人交流嘅想法。其實無論你係一個 I 人定係 E 人都好，內向同外向都有分程度嘅。最緊要係揾到一個適合自己同人哋相處嘅模式就可以啦。